小朋友同大朋友，你哋好。今日福音講到耶穌復活嗰日黃昏，門徒因為驚被人捉，所以鎖埋門，躲埋喺屋入面。突然之間，耶穌出現喺佢哋中間，對佢哋講：願你們平安。門徒見到耶穌，好驚訝又好開心。耶穌俾佢哋睇自己手上同肋旁嘅傷痕，之後耶穌再次講：願你們平安。跟住佢話：正如父派遣咗我，我亦派遣你哋。然後耶穌向門徒吹咗一口氣，話：你們領受聖神吧，並將寬恕罪過嘅使命交俾佢哋。今日係五旬節，福音主題係你們領受聖神。呢段福音真係幾難明，但可以想象成咁。如果一部玩具車冇電池，會點？係啊，喐唔到。門徒當時就好似冇電池咁，驚慌躲埋，冇勇氣。但耶穌賜下聖神之後，佢哋完全改變咗，由驚驚青青變成勇敢出去傳福音。聖神就好似天主放入我哋心入面嘅力量，當我哋唔識點做，驚或者灰心時，聖神會提醒我哋做好事，教我哋愛人，俾勇氣我哋。所以五旬節又可以叫做教會嘅生日，因為門徒有勇氣開始出去分享耶穌。我哋有時都好似門徒，驚講真話，驚做錯，驚被人笑，於是我哋都會將自己鎖埋。但耶穌今日對我哋講：願你平安。佢唔係叫我哋靠自己勇敢，而係叫我哋接受聖神嘅幫助。你今日有冇啲地方需要聖神俾力量你？主耶穌，感謝你賜下聖神俾我哋。當我哋害怕、灰心同唔知點做時，求你派遣聖神充滿我哋，俾我哋勇氣做好事，俾我哋力量愛人、原諒人，讓我哋成為充滿喜樂同平安嘅人。阿們。